武良宫是永康的信仰中心，千灵团拜拜天公的传统，至今嘛已经有数十档的历史。正月初八暗时无到11点，伫庙前广场就来了1000多位信众前来祈求平安。时辰一到，众人得到书节口令，行三跪九叩受礼，场面是相当的震撼壮观。武良宫主委王大明表示，武良宫初到天公社千灵团拜活动，逐档拢吸引真侪在地以及外县市的民众共同参与，而且团拜人数是一档比一档搁侪。今年竟呼应着台南400，为正月初1到15会开放民众敲平安钟，向玉皇大帝祈福。伫初九暗时，嘛有邀请着明华园总团来演出。伫2月20元宵节当天，还有元宵节联欢晚会，欢迎各人朋友踊跃参与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